動植物要喺濕地環境生存，都需要唔同嘅本領，包括獨特嘅身體結構。紅樹就係比較特別嘅濕地植物，其中一種就係秋茄啦。佢嘅種子好似一支筆嘅形狀，所以花名叫做水筆仔。呢種特別嘅結構，我哋稱為杯軸，入面係發咗芽嘅種子。當杯軸成熟，插入泥土就會生根出葉，有利佢哋喺濕地繁殖。另外，秋茄有膝狀根外露喺地面上面，令秋茄可以更鞏固喺濕地鬆軟嘅泥土。唔同嘅紅樹亦有唔同適應濕地環境嘅特徵。至於米埔可以揾到嘅動物，一定唔少得雀鳥啦。米埔嘅鳥類主要分為留鳥同埋候鳥。留鳥即係全年都居住喺米埔嘅鳥類，例如小白鷺、大白鷺、池鷺等等。而候鳥只會喺某啲季節停留喺香港，包括普通鸕鶿、水鴨、行物類同埋大家熟悉嘅黑臉琵鷺。住喺濕地嘅水鳥都有適應濕地環境嘅身體特徵。我哋用黑臉琵鷺做例子，佢嘅喙部即係佢嘅嘴巴就好似一個匙羹嘅形狀，方便佢喺泥灘度攝食水入面嘅生物。候鳥要遷徙，主要係因為佢哋嘅家鄉喺冬季嘅時候冇足夠嘅食物，所以佢哋要飛到比較暖嘅地方揾嘢食。當度過寒冬之後，佢哋就會飛返去佢哋嘅家鄉繁殖。候鳥喺遷徙嘅過程絕對唔容易。我哋曾經記錄到有一啲水鳥嘅物種，例如瀕危嘅小青腳鷸，可以飛行超過2000公里，飛行途中亦都冇辦法休息。而呢個漫長嘅飛行都有可能會遇上非法捕獵或者極端天氣影響佢哋嘅生存。而因為城市發展令到地形改變，亦會令佢哋更難辨認方向同維持飛行。為咗可以更了解候鳥嘅遷飛路線，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聯同唔同保育團體，為保護區內嘅水鳥裝上呢個衛星追蹤器。呢個衛星追蹤器體型只有大概一個硬幣嘅大小，好似一個書包咁樣孭喺候鳥背上，唔會影響到佢哋飛行。科學家透過呢個衛星追蹤器發出嘅信號，就可以知道候鳥飛行嘅時間同埋途經嘅地方。透過呢啲數據，我哋就可以更清楚知道候鳥遷徙嘅路線，更有效地去保護呢啲地方。大家係咪對濕地嘅動植物有更多嘅了解呢？我哋歡迎老師同埋學生參加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嘅米埔教育項目，一齊親身參觀米埔自然保護區啦！同學仔，考考你，候鳥喺遷徙嘅時候係點樣辨別方向嘅呢？候鳥遷徙嘅時候，佢哋會透過太陽、星星同埋月亮嘅方位去辨別方向。同一時間，候鳥其實體內面都有一個磁場感應器，可以分辨到東南西北，有助佢哋進行長距離遷徙。